多位的艺术家朋友捐出他们大概有100多件的作品，要开放给所有喜欢这些艺术作品的人，或者是愿意认同支持马耀比后的竞选理念的朋友们，来与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小诗集的活动。他们手上拿着泥娃娃，代表对马耀进入国会的支持和祝福，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虽然我们没有很好的爸爸，也没有很好的妈妈，我们不是金娃娃，更不会是银娃娃，但是泥娃娃就没有希望吗？我们这次小诗集更希望生活的艺术家，如果你有300块的作品、500块的作品、1000块的作品，愿意捐出来的话，让我们有基本的便当费、邮费，一起来打这场选战。这是全台湾最不一样的一场政治现金募集的方式。这一步跨出去之后，原住民不再需要依赖政党，不再需要大财团的金钱，我们真正可以做自己的主人。非常感谢艺术家们的支持，谢谢。于江在部落、在家乡是跟大海讨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工具我们有更重大的一个责任需要更勇敢、更坚强的去挑战为原住民的未来、为原住民的权益正义。所以这把枪就是要请马耀，我们继续的往前冲。我们真的要赶快的改变。那要赶快的改变的话，就是马上要把马耀推上去，让他站到这个位置上，然后为我们就是继续据理争，把真相说出来。那当然了，我一看到这个娃娃的时候，其实事实上我想到的是 broccoli， 那是花椰菜。花椰菜是非常健康的，它对身体是有益的，会把你身体里面的毒素全部都会清掉。所以我觉得很棒，花椰菜立委。多棒，非常有营养，蛋白质肉吃太多，吃蔬菜很好，就是要做自己的花椰菜，自己做，我们就要做自己的主人。希望这个泥娃娃，能够进去立法院，替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说话。那其实他的很多政见我都很支持。那虽然我并不是原住民，但是我很希望可以看到马耀比后选上立法委员。这样子的话，我对于台湾的政治，我会比较有希望。因为我觉得我刚好在5月的时候环岛看了台湾一圈，我也是收到很多原住民的朋友给我分享文化的部分、传统习俗的部分，让我觉得说哇，这真是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块。所以我希望马耀一定可以进到国会里面，然后呢，可以为原住民的文化与传统呢尽一份心力，把它发扬光大。因为我们同样都在宝岛上面。有一幅作品叫做 Now is your time， 现在是你的时候。那这幅作品呢，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因为他是我的外公，他是部落里面的就是头目，他手上本来是一个权杖，那现在拿的是一支画笔，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事艺术创作，我也要就是跟我的好朋友马耀这边就是期许。就是在很多族人的祝福，还有就是寄托之下，你可以为族人谋福，而且为土地的不公义，就是取回正义，祝福我们。我也希望各位年轻朋友们，有影响力的人，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个没有政党包袱，非常清新健康、有机无毒，而且非常有智慧、有想法。而且是有梦想的年轻参选人马耀比后，谢谢。